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恒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赞美献给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圣灵进来，与我们同在。在神的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灵应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灵应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希望是在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个连续剧其实不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演。那最近我有看一篇文章，它是在讲说，专业可能会使你盲目。好，就是说我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学业，你是学美工的，或者是你是学电子的，是学科技的，在你的专业当中呢，你是佼佼者，可是呢，也有可能它是使你盲目。他打一个问号跟惊叹号啊。那这个报告它是针对高阶的主管去做的一个分析报告。那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呢，美国军方退役的高阶长官就对了哈。他退役之后呢，到一个单位去，他说叫 Katrina 台风，他说只要讲这个，应该大家都听到。他去做这个总指挥，救灾的总指挥。那为什么找这个人来呢？因为这个人他在军方拥有30年的国土安全应变中心的负责人。照理说是没有问题啊，他很有经验啊。那这个飓风造成我们境内这么大的危险，所以就找他来担任这个救灾的负责人。那照理说是没问题，但是呢，在这个
事迹的后续的记载里面，然后他说，在救灾最关键的时刻，其实发生了有1、2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说耽误了救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救援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分秒必争的。那后续说为什么他会犯这个错误呢？那个报告里面就说到说，在过去呢，在军方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层一层一层的单位，它是只要有情报就会很迅速的往上报的这样子哈，所以没有这个资讯漏接的问题。但是现在在这个救援的地方是在一个民间的单位，好，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资讯来自太多方，然后需要整理，这个跟这个讲的怎么又不一样？然后那个人跟那个讲的又没有办法去核对起来，所以他就这个延误了这个重要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也是跟这个拖延有关系。他说过去军方的经验呢，会教导他们不要在最危急的时候去做决定，这样子，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可是因为这次的很需要当下去做决定的时候，他又拖延了，所以有2个机会让他把这一次的这个很危机的事情没有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本来是觉得找到一个很专业的人来应对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既然是没有成功。所以为什么说专业会有可能使我们盲目？有时候过去的经验呢，特别是成功的经验，可能会限制我们的成长。可能会限制我们，就是不再去学习，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已经很有经验了，这样子哈。那在这个西元2000年后呢，数位科技的迅速发展了，原本有许多的行业，它是在这个当中的佼佼者，但是呢，在就是比如说他讲哪一个企业我已经忘记了，他讲了有一些行业，就是它本来是一个佼佼者，但是呢，这个数位科技起来的时候，电脑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太去注意它。比如说，他可能只用了10% 在这个数位科技的地方，他90%还是很注意他厂里面的一些SOP 啊这项，所以呢，他就忽略了这个快速进行当中的变化，就洗牌了。好，洗牌这大家听得懂，本来是第1名，后来就下去了。那前几年，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很多的店家是没有做电商的，你们知道吗？哈，那特别疫情这几年，电商就突然的崛起，所以原本呢，我们在做店面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店面的选址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要开在脚尖呐，哈，我一定要就像那个 Seven 开店一样。但是因为电商的崛起呢，这个店面的选址已经变成不再那么重要，所以它就取代了大多数的这个店面的生意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盲目的时刻，我们常常也会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靠着自己的经验，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我们应该会做这样子。耶稣受洗之后呢，圣灵的工作是继续带他往前走，没有只停留在受洗欢庆的那一天，对吗？他马上就到旷野去受了40天的试探。很多人在结婚的那一天，他婚礼的时候很高兴啊，对不对？但是卸了妆，明天穿回一般的衣服，他还是要过日常的生活啊。那怀孕的，哇，你第1天知道自己怀孕是很高兴的，可能举家欢腾这样子，2家都很高兴。可是从第2天开始呢，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饮食，你就要开始去调整你的作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是继续往前走的，不是只有在停留在这一刻。那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去体会那个状况，应该是温差很大，对不对？应该是会迷路，而且呢会饥饿，会饿的时候就会脑袋一片空白。你们有这个感受过吗？不要笑，我们太常依靠自己了哈。如果在旷野哦，如果今天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可能会约力皇兄去，因为他知道潮汐的涨退。对不对？他知道日出日落，他知道东南西北，我可能跟着他，我比较不会有危险这样子。还有一个现代人的通病，我们太常依靠谁，你知道吗 ？Google， 对，我们太常依靠 Google 了这样子。就说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专业使人盲目的一个陷阱这样子哈？不要说这个专业，我们日常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让我们盲目。你从每一天同一条路走回家，每天做3餐，每天接一样的小孩回家，可能都会让我们陷入这个盲目里面。那怎么样突破盲目呢？当然就是说，他说不断的
学习，不断的更新，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它一直跟你讲说这个要更新了哦，不然不能用哦，这样子。我们有什么样的软体，你要再过来了。那其实跟我们的生命很像。那刚刚那个文章他有说，这个成功的高阶经理人他怎么样去避免掉这个专业的陷阱哦？他说他会去听取心境同仁的，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样的想法，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最新鲜嘛，对不对？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久，他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他会找时间去听取他。然后呢，另外一间呢，他说行政主厨就是他们主厨的最高阶，会去向新进的主厨学一些科技的做菜的方法。现在有的这个气炸锅、蒸煮烤箱，应该是很多这个上一辈的妈妈们是不太会用的，所以他会去学习这些比较新的东西。那高阶主管呢？他说成功的高阶主管呢，一样会跟一般的员工一样正常的搭接驳车。成功的高阶主管呢，会去巡视第一线的员工作业，不会只坐在凉凉的办公室开会来了解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他说印度有一个集团叫塔塔集团哦，甚至是他还设立表扬员工的这些新创行为。现在在一般公司的部门可以听到就是前瞻。或者是新创，就这些东西，可能它不成气候，可是它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这样子。那我们要更新自己的时候，但我们要怎么样转回来神这边？怎么样共享？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我们是蒙福的百姓。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了传道部预定的施工，在这个礼拜天社区的医疗关怀，求上帝赐福哦，是上午的时间在教会的1楼。那求主保守这个施工能够接触有很多的福音朋友能够来进到教会。第二点，我们要为了3月3号，就是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愿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在领受圣餐的同时呢，思想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了让我跟上帝和好，还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神。第3点，为了3月24号举行第6任的主任牧师兼选，是陈柏志牧师在3个礼主日的下午，他有一个座谈会。那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拣选。感动的灵，还有陈牧师，还有众弟兄姐妹同在，愿过程还有结果全然合乎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要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谢谢神灵就在这里面，就让在我们教会当中掌权作王。我们为了24号在我们教会当中医疗关怀，主啊，求你来赐福，透过教会的每一项施工，让他们社区的医疗关怀成为福音的管道，来传入到社区当中。主啊，我们要为了每一项施工，为了神而做，他不是3月3号的圣礼典来祷告。主啊，在我们领受圣餐都像是新的一样。主啊，我们为了3月3号更贴近神你的心意，来路亚赞美你，来领受圣餐，为了报名新的艰辛来祷告。弟兄姐妹，就在这当中特别的来思想我们的艰辛，没有完全3月20号的生意的艰辛，求上帝保守我们按他的旨意来完成艰辛，在这个路亚赞美求你来看顾保守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合乎上帝的旨意。谢谢主，谢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赐下恩膏的灵，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求你掌管我们的灵魂体，求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加添我们灵里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更新变化，被你的灵充满，让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灵里都能够有突破。我们恭敬的将2月25社区医疗关怀求神来赐福，因为我们的医疗关怀本来是在文昌公园的图书馆，现在移动到我们教会的1楼，还有许多的朋友他不知道，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借着发更新或是其他的方式，将这样的好消息来告诉社区的朋友，也求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吸引他，将你所命定的人吸引进来教会，让他们借着这样子的医疗关怀的接触，也借着教会的爱心接待来
让他们感受到你美好的见证。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恩膏我们，翻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的生命联合，能够与神的旨意来联合。我们恭敬的将3月3号第2次的圣礼典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是的，我们在圣礼典之中，我们不只是要定睛在受洗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欢喜。我们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更是要往前走。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心，来领受，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救赎，你为我们的所流的宝血，让我们真的是，每一次的圣礼典，我们再一次的在主你面前重新立志，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在黑暗中，你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所赐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满心感谢。为了3月24，我们要举行第6任主任牧师的拣选，我们恭敬将陈柏志牧师以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次的决定，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计划，都是完全的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听从天父的旨意，不叫我们依靠我们的经验，依靠我们的旧的观念来判断，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完全的向你敞开，完全的被你使用，让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成为你所合一的教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也是祷告的人我们现在要一同起立，那请你找一个同性别的，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我们来跟他关心一下，问候他，来为他祷告好吗？好，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认识你旁边的左右邻居。对，没关系。好，我们来为什么祷告？
的时候，有觉得有一股火热在我们的当中吗？哇，你们比那个热恋的男女还要开心这样子。好，我们为了神火热，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的肢体祷告。第一个很多哈，你们要不要坐下来听？等一下结束祷告再请你们起立。好，求神赐福我们弟兄姐妹，经过年假的休息哈，今年的年假休息得着身心灵得着主的恢复更新，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突破跟祝福，阿们。也求主来赐福我们教会每一个牧区的小组，在每一次的聚会都充满神的同在。好，我们不是如常的聚会，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有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心来祷告。当我们众人的心呢对准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只是做事情那个疲惫的心，而是带着雀跃期待的心，知道神要在这当中要做奇妙的事，要做新事。神是做新事的神，阿们。阿们。我们为了成人牧区来祷告。第5组的蔡文道弟兄，他的身体虚弱，还有第9组的廖伟光弟兄的岳父林昌才，在2月6号蒙主恩召。那这个告别式已经举行完，求主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为了我们的银鲁社区干事，她的婆婆李游淑会代祷哈，听说已经有病房了，那接续后续有很好的治疗，还有早日的康复。为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是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啦哈，我看很多区要办。那这个中午有个元宵节的福音活动哦哈，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同工筹备顺利，参加的会友跟福音朋友有很好的连结。那再来为了青年牧区，那这个礼拜是开学的周期，有很多人回到外地去上课，求上帝赐福在校的学生能够有喜乐的心来学习，跟我们的同学老师有好的关系，有机会来邀请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我想有好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透过元宵节的联合聚会，也是这个礼拜6号晚上，透过每一次的聚会，上个主日的献诗，我们的青年很多就对我们的教会非常的有认同感，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在建立教会的当中。那定期会呢是在下个礼拜3 228有一个1日的活动，那透过关系的建立、事工的连结，让我们的同工生命能够更委身，能够更亲近神。儿童牧区的代祷，求主的灵来带领他们，在每一次的阿嘎北聚会当中，都是一次与主的相会哈。同工或是老师的课前预备、聚会当中的诗歌敬拜、信息传讲、分班活动，还有孩童们的唱歌听讲活动，都有主的同在与带领。阿们。为了夏令营的筹备工作来祷告。
这次的营长是陈毅哈，就是我们庐山长老的女儿她有智慧跟能力，她今年才大一而已哦，求神来使用她，也来帮助我们各组的组长还有核心同工能够招募的顺利。最后一点，赵淑琴的阿嬷过世来代祷，2月7号告别式，那我们一起起立来为我们的肢体，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我们开口所祷告的，神都知道，献上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人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当中，主啊，求你来看顾，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来赐福，让我们在年假的休息，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主的修复还有更新。主啊，求你赐福就在这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我求主来赐福，来使用每一个牧区小组，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充满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亲自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了弟兄姐妹的心来祷告，都用众人的心能够对准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是只带着做事情预备的心，而是带着雀跃期待的心，知道神要在这当中做奇妙的事情。主啊，谢谢你为了神的牧区来祷告，主啊，为了青年牧区来祷告，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因为我们现在你面前的，主啊，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的